如果你係一人創業者，有自己嘅生意嘅話咧，呢一套嘅賺錢模式喺2025年咧係非常之適合你。咁呢套賺錢模式係咩咧？就係拍片。但係咧，我所講嘅拍片咧，唔係叫大家好似啲 KOL 拍下啲日常，拍下啲搞笑片，拍下啲心靈雞湯片。因為咧，你拍呢啲片咧係幫唔到你賺錢。咁我嚟緊想分享嘅一個拍片模式係咩模式咧？就係細分領域模式。咁我靠住呢一套模式咧，上半年咧，我哋個營業額已經有7位數。我舉個例子俾大家聽，大家就會明白嘅。好似攝影咁，其實有好多嘅類別，譬如有呢個婚紗攝影、產品攝影、人像攝影。但係咧，攝影嘅呢個行業之中，其實你仲可以揾到一啲更加細分嘅領域。譬如係咩咧？我有個朋友咧，其實佢啱啱入行嘅時候係做婚紗攝影嘅，競爭好大。咁佢嗰陣時係講緊揾16,000至到18,000蚊一個月嘅啫。佢有一日就係發現咧，原來咧好多嘅客人咧，其實佢哋影婚紗嘅時候咧，其實佢哋好想影埋自己個 BB。好多攝影師其實係冇咁 focus 喺 BB 度。咁於是乎咧，佢就開始研究一啲 BB 攝影，因為佢就專做 BB 攝影。然之後喺 BB 攝影呢一個嘅細分領域入邊咧，佢就做咗最 top 嘅一個。佢而家每個月真係淨係做 BB 攝影都月入10萬蚊以上。咁點解咧？因為其實 BB 攝影嗰個依賴性好強㗎。譬如係影初生 BB， 影完初生 BB 之後 ，BB 100日8日現，2年之後想記錄又去揾佢。咁所以其實呢樣嘢就係話細分領域喺你嘅行業入邊，你要揾到一個細分嘅領域，而呢個領域咧係冇人做緊嘅，而你去做。2025年咧，呢一個嘅拍片模式咧，反而係可以真正幫你賺到錢，而唔好淨係去拍一啲大眾化嘅嘢。關於你要點樣喺你嘅行業入邊揾到你嘅細分領域咧，你擅長嘅領域咧，其實呢一樣嘢咧都係有一個技巧嘅。咁我整理咗一份咧，就係你喺你嘅行業入邊應該點樣揾到你嘅細分領域嘅一個表格啦。咁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咧，留言話俾我知，咁我會 send 俾大家嘅。OK。